Hello，大家好，我係主持人 Ivan。今期節目時間，我哋嚟到咗坦洲呢一個 location 啦，同大家介紹呢個屋苑啦。相信大家睇我身後呢個背景已經係估到係邊個樓盤啦。冇錯，就係我哋坦洲嘅呢一個中澳春城。Ivan 依家就身處我哋中澳春城小區園林入邊啦。大家通過鏡頭就已經睇到啦，成個中澳呢一邊賣緊嘅戶型咧，已經係現樓發售一個狀態啦。包括呢一啲綠植咧，全部都已經係種植好晒啦。今期 Ivan 主要大家睇翻我哋41棟嘅單位啦，相信好多觀眾朋友咧都可能已經刷到過關於呢個屋苑嘅一個 poster 啦，話呢邊咧最低嘅價錢11000幾起一平方，嗰啲11000幾嘅單價咧就係講緊36到39個別嘅。特價單位係清水樓，亦即係冇裝修嘅。今期咧，大家睇嘅41棟咧，咁亦都有做特價嘅，就係13000左右嘅單價，就係大裝修嘅。冇錯，即係毛坯同裝修咧就相差千零蚊一個價錢啊！依家 Ivan 就位於41棟小區樓下呢邊個區域啦。大家可以睇到成個41棟咧都已經起好晒啦，包括咧成個入戶大堂啦，兩邊嘅綠植咧都已經係全部種植好晒。咁呢一個入位口位置咧，亦都係有呢一個無障礙嘅通道嘅，即係我哋如果係腿腳唔方便嘅觀眾朋友咧，或者係我哋平時買餸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拉個車仔咧呢邊上嚟就比較方便啦。並且我哋呢一個入戶大堂咧，亦都係做得比較高嘅。首先，我哋呢一個信箱就 set 咗喺我哋呢一個 lobby 入門口一個位置啦，兩邊都係有 set 咗嘅，冇錯。咁我哋依家大陸呢邊咧係冇看更噶嘛，咁依家全部都係通過呢一種 Face ID 嘅一個人面識別嘅系統嚟進行開門鎖，或者我哋唔記得攞鎖匙都唔緊要，可以通過人面識別嚟打開呢一個門，亦都冇問題。如果冇做到呢個人面識別咧，我哋同樣可以呼叫物業處嗰邊幫我哋開門，都係冇問題嘅。呢一個入戶嘅，做咗呢種金屬嘅包邊啊，整體會比較靚仔。咁入嚟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個大堂咧做得比較空曠啦，即係睇起身會比較舒服。由於我哋41棟係一字板樓嘅設計，所以咧係分咗兩個單元嘅，即係呢一邊有個 lift， 右邊有個 lift， 即係分開咗一左一右一梯兩戶咁樣嘅設計啊。其實咧佢係兩梯四戶，只不過分開咗唔同嘅 lift 口上嚟。OK， 呢一啲咧，後期我哋見到啲牆身啊係瓷磚上牆啊，呢一啲都係交付標準嘅啦。呢個 lift 咧亦都係做得比較靚。依家就跟住我哋鏡頭咧上去睇下示範單位 ，Let's go。OK，Ivan 依家就上到嚟實體示範單位。我身後呢兩戶單位咧就係118、103，四房三房一個 design。呢一棟係41棟啦，係交樓標準大精裝修嘅。我哋要睇翻佢一個交付嘅門鎖啦，呢一種防火門啦，外加嘅智能密碼鎖都係交付標準。入嚟個客廳，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就係南北對流一個效果啦，成個空間係非常之舒服啦。呢個客廳夠晒闊啦。我哋目前咧所睇到嘅就係交樓標準啦，包括天花啊、牆身啊、地磚都係一模一樣交樓俾到大家出翻嚟。但係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我哋呢一個中澳春城呢戶型咧都比較實用嘅，並且個露台又超級咁大。好大嘅呢個露台，放兩張麻雀台係完全冇問題嘅。呢邊一個方位咧就朝南向，睇翻我哋小區園林景同埋隔離鄰舍嘅一個屋苑咧。左手邊就係我哋一個室外嘅籃球場啦。咁其實我哋中澳春城咧所帶嘅一個運動場所亦都係比較多啦，有呢一個籃球場啦、羽毛球場、乒乓球場等等，可以提供到俾我哋業主去使用翻啦。呢個露台真係好大。咁觀眾朋友後期有需要咧，擺咗麻雀台喺度，係嘛？擺咗放張台凳喺度飲住茶啊，都冇問題。南北對流一個間隔，呢邊嘅方位
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飯廳位嘅位置咧，大家可以睇到美中不足嘅點咧，係必須要關住道門先會比較大。如果我哋開住道門嘅話，就會棘住喺度。不過我哋平時翻到屋企都會關住道門嘅啦，呢個就唔緊要，冇乜影響。出翻嚟呢一個係生活露台，呢一個露台亦都係比較大，可能比市面上好多樓盤嘅產品在售嘅百零幾方嘅主陽台仲要大。呢個係我哋其中之一個細嘅陽台喎，亦都可以放張麻雀台都冇問題。呢邊個方位就係朝北向，朝北向呢一棟咧就43棟，前面就44棟，44棟咧主要係賣翻我哋一個細面積嘅單位啦，2房3房啊。呢個方位仲可以睇到少少嘅一個河景啦，不過冇咩得睇啦。高層啲仲還可以，不過我哋呢個樓層嚟講，主要係睇翻低樓層嘅呢個小區園林景觀。我哋呢個中澳新城全部已經係實景現樓一個狀態啦。其實大家想買邊個單位咧，基本上咧係可以上到你想要嘅樓層去睇間隔啊，採光亦都係冇問題。廚房係會有翻呢個透明嘅推拉趟門俾到大家嘅，所以咧大家係唔使驚日後有油煙走出嚟。不過入門口呢個位嚟講，稍微可能會覺得會細啲啦，因為其他樓盤一般係雙開個趟門嘛，行左邊出就得，右邊出入。咁呢個就得一個門口俾你出入。入嚟呢個廚房，大家其實可以睇到廳大房大啦。其實廚房就好似有啲孤寒度縮咁樣，就細咗少少啦。L 型嘅設計，呢邊洗菜啦、切菜、炒菜係嘛。咁呢一個入邊呢個放置嘅空間，包括我哋儲物空間嚟講，稍為係會比較少嘅。3件套華帝一個品牌交付標準。呢一度就呢一個單門雪櫃位置俾到大家嘅，所以佢呢一個戶型1200尺嘅單位，廚房做得咁細係有啲可惜啊。對話呢個 mon 咧，亦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呢個可付對講機啦，亦都係俾到大家嘅。入嚟咁，其實咧，大家睇到呢一個公共衛生間咧，其實好多人可能中意，亦都可能唔中意啦。點解咁話咧？因為好多人咧，其實呢一個有好處嘅地方就係，即係我哋喺出邊刷牙洗面嘅時候咧，入邊咧人可以用嚟上廁所啦，係嘛？即係互不干擾。但係如果入邊上完廁所之後咧，要洗手咪出翻嚟洗，開個門又開住個門，係咪又覺得好唔衞生啦？所以呢一個咧就睇翻個人一個點啦。呢啲全部睇到嘅都係交付標準，包括入邊淋浴區嘅空間，亦都係夠晒用嘅。呢一個淋浴區2個人喺入邊沖涼都冇問題啦。當然咁其實呢一個門鎖亦都係有一個缺點嘅。一入嚟咁樣關門。如果身形肥隻啲嘅話，咁樣要咁樣，要咁樣係啦，係啊，咁先關到門啊，冇關唔到嘅，好奇怪嘅係嘛？咁呢咁樣嘅位呢個咁樣就卡住咗，所以你只能擘大個髀咁樣先可以關到門嘅，所以好奇怪嘅呢啲設計爭啲之中啊，還不如自己喺呢度搞個門關仲好啲。對落嚟就一間房。呢間房亦都係比較方方正正嘅間隔啦。咁其實今日嘅天氣咧唔係好好嘅，陰天啦，冇太陽出嚟，再加上佢呢一個窗口位太細，所以導致呢一間房個光線係會暗少少嘅。因為好多樓盤咧，佢個窗咧可能係已經係開晒，或者開到呢一邊啊。佢呢度咧係開咗1/2，所以導致佢一個採光係會暗少少。現時睇到房間都係交付標準嘅。對過嚟呢度有一間房，呢一間房空間亦都係方方正正嘅間隔啦。呢邊係朝北，大家有冇睇到？其實呢一間房係比啱先嗰間房係要細嘅，但係佢個窗口位係要比啱先嗰個房間要大嘅，所以呢邊一個光線係比啱先嗰個要光好多，光猛好多啦。並且呢度係朝北，啱先睇過係朝南嘅，所以大家呢啲設計係有少少欠缺。不過依家開咗燈嘅，佢關咗燈其實都係比啱先嗰個光好多。呢個就有一個玄關位啊，玄關位過嚟呢一邊方位同樣呢一間房個窗口係
開得係比較大嘅，並且係個 L 型嘅設計啦，呢個270度呢個轉角飄窗啦。同樣佢呢啲空間，呢一間房當然就冇咁方正咯，因為佢呢度咧係有，因為佢呢度原本係一個飄窗嚟嘅，佢就駁通咗，所以就多咗好多空間出嚟。所以睇起身個第一感覺就冇咁方正，但係佢一個空間就大咗好多。並且呢邊一個方位咧，都係睇翻我哋小區園林景觀啦，可以睇到啦，即係可以睇到兩邊啦，可以睇到呢一邊啦，可以睇到然後可以睇到我哋最後拉市一期嗰邊嘅園林，亦都係可以盡收眼底嘅。跟住我哋鏡頭咧睇翻主人房，主人房嘅間隔亦都 OK 啦。首先衛生間啦，佢唔會對住翻我哋休息區呢邊啊，我哋肉眼所睇呢一啲鏡櫃啊、收納呢啲全部都係交標俾到大家嘅。呢一個就幾好嘅，呢個係向內開嘅。如果佢就唔使向出邊開嘅話，就會冇咁方便。向入邊開就好好多。入邊淋浴區空間亦都係足夠。我哋睇到嘅都係交付標準。呢間房亦都係比較大。可以放一張6尺嘅牆，係完全冇問題啊！呢啲插頭啊，全部都大家做好晒嘅。呢邊嘅景觀就睇翻小區園林。其實睇園林其實冇咩勁嘅，只係睇綠植啦，冇太大嘅可講性俾到大家啦。因為呢個景咧低層嚟講冇咩得睇啊！呢家咧呢一棟咧有做特價單位咧，大概係13000左右睇樓層嘅。OK， 我哋依家就跟住鏡頭咧去睇翻細少少嘅會，因為我哋呢一棟41棟咧係有2個 design 啊嘛。依家咧就跟住 Ivan 嘅鏡頭咧入嚟睇翻。首先呢一個係103平方嘅大3房啦。一入門左手邊就有預留呢一個，然後你哋將鞋櫃嗰個位置啦。呢一個空間。你哋一個收納空間係完全唔使擔心啦，包括對鞋咧，亦都係可以平放到入去嘅呢一個位。到時你做咗衣櫃位，一入門口個位就冇咁闊落啦。門嘅右邊就係我哋呢一個廚房嚟嘅。呢個廚房大家睇到嗎？係兩扇呢一個趟門啦。啱先我哋睇嘅118平方米就一個趟門啦，得呢一個門口位，所以睇身一個出入口就細咗啲。同樣佢呢一個廚房係預留單開門嘅雪櫃俾到大家嘅。其實呢一個廚房設計都係爭少少嘅。點解咁啊？因為呢度係洗菜啦，大家可以睇到啦。但你洗完菜之後，你有時你唔知係食青菜噶嘛？咁我哋有啲食下肉、剁下排骨噶嘛，咪斬下肉噶嘛。咁呢啲呢位置又唔夠，係咪好奇怪咧？所以我哋喺呢度洗完之後咧，可能又要攞過嚟呢邊剁先得啊。或者你喺菜市場叫人哋啲事頭婆幫你斬好先，翻嚟再洗啦，就唔使自己動工啦。但係你冇可能下下都有時唔記得咗叫佢斬嘅，咁自己斬嘅話，自己斬料就唔夠位啦。所以呢個係佢一個缺點。當然啦，大家如果嫌呢個廚房細，呢2埲牆咧係可以剝咗嘅。呢埲牆，包括呢埲牆係剝咗嘅，我哋可以騰出嚟，利用埋呢一個生活露台。咁佢廚房就會做大好多啦，但係亦都有缺點嘅喎。你做大咗之後，如果做埋風窗嘅話，因為點解話有缺點咧？因為呢一個衞生間呢一個窗咧喺呢度係啦，我哋 show 俾大家睇下。呢個窗咧排氣係對住翻我哋呢一個生活露台啊，所以各位觀眾朋友日後如果想騰大個廚房呢邊做風窗嘅話，人哋一入喺入面上緊廁所嘅情況下，你喺入邊煮餸，咁咪好尷尬啦，係咪啊？所以咧呢一個所以話呢個廚房係就設計嘅一個方面唔到位啦。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呢一個位置。咁呢一個開關咧就係國內嘅公牛品牌啦，咁有呢一啲 USB 嘅接口啦，方便翻你日後做一啲呢一個感應燈嗰種鞋櫃。入翻嚟就比較傳統嘅主廳啦。呢一度咧呢間單位之前係冇擺到家私嘅，咁依家擺咗家私之後，感覺上面就會比較溫馨啦。呢一個位置啦，首先佢就放一個40米嘅餐台。其實呢一個空間嚟講咧，6到8個人食飯係完全冇問題啊。客廳依家擺咗張梳化，亦都係比較溫馨、比較舒服嘅設計。
呢啲懶人梳化，坐起身都幾有舒服。如果大家中意都可以揀呢一種，不過呢啲就比較美觀，就唔係好實用。出嚟就睇翻呢一個露台啦，呢個露台亦都係好鬼死大嘅，即係你喺成個坦洲區域嚟講，每一個樓盤嘅露台可能比呢個屋苑嘅露台要大嘅。不過你講呢個佳景光康城亦好啦，裕豐名門亦好啦，或者係金地世紀城亦好啦，係冇一個樓盤嘅露台係比我哋中澳新城嘅露台要大嘅。因為我哋呢一個位置原本係一個花池嘅位置嚟嘅，不過佢呢一個發展商咧都有標語喺呢一度我哋可以睇下呢個鏡頭點講為之花池咧呢一個位置，大家有冇睇到啊？佢呢個位咧係有一個花池嘅位啊嘛，原本唔係咁細，因為我哋呢一度咧係要通過咗政府嘅驗收之後，我哋日後裝修就可以騰成咁樣啦。就可以做大呢一個露台日後企喺呢度睇下景，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因為佢呢邊咧可以睇到正前方嘅景啦，左邊嘅景同埋右邊景都係可以睇到成個一個籃球場啦，成個園林即係已經環繞盡收眼底嘅。當然啦，佢呢一棟嘅缺點唔係冇嘅，亦都係有，因為佢樓間距41棟嘅樓間距係非常之近前面呢一啲樓棟嘅。同近住呢個15棟、14棟嘅，所以如果隔離鄰舍同你 say hello 咧，係完全可以聽到嘅，就比較近咯。亦都係導致佢呢一棟景觀唔靚嘅情況下啦，佢嘅價錢，所以佢係會有俾到額外嘅 discount 我哋啦。依家有特價單位已經係跌至13000嘅價錢，包埋裝修俾到大家。OK， 入嚟睇翻呢一間房就係4房同樣。大家可以睇到啊，其實同啱先118平方，我哋啱先睇嘅第一間房都係一樣，窗口係比較細嘅，所以導致佢呢一間雖然係朝南向，但係佢一個光線係會比較暗少少。佢間隔係冇問題嘅，方方正正放一個5尺床係完全冇問題嘅。就係佢呢個窗口位採光線太細我哋依家關咗燈係比較暗少少嘅。由於今日又陰天啦。緊要對我嚟睇翻呢一個公衛乾濕分離嘅設計，呢一個衛生間就冇問題啦。啱先118平方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係嘛？要搽大個髀先喺度可以關到係嘛？好奇怪。又嚟睇翻呢一間就細房啦，就呢一個咧就擺咗做書房嘅一個形式啦。佢個間隔咧係 OK 嘅，都係做得方方正正。同樣一個缺點就係窗，包括係景觀方面嘅問題。由於佢呢一度咧係朝北咧，睇翻我哋內側，再加上我哋呢一棟咧41棟係一字板樓嘅設計，所以佢兩個單元之間中間呢一個位置咧係有一條連廊嘅，係啦，可以 show 下拉近少少，係有一條連廊嘅，所以佢呢一度嘅間房嘅景係睇翻呢一條連廊，同埋睇都冇咩景睇啦，就導致咗佢冇景睇之餘咧，光線又增咗少少。跟住睇翻主人房，主人房係夠晒大啦，相信大家一眼睇到已經係感受到呢一個空間啦。示範單位放咗一張6尺傾 size 嘅床，兩邊塞咗床頭櫃啦，三邊都係可以落床位嘅。同樣咧，佢呢個主人房個窗亦都比較細啦，佢就冇我哋118平方嘅窗口位咁大，所以佢一個光線日後大家有目共睹啦，呢啲就唔講啦。並且佢呢一個衛生間嘅門口係對住翻休息區呢一邊嘅，入邊嘅空間係完全冇問題啦。呢一啲就唔使介紹，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噶啦。缺點咧就係衛生間對住門口啦，所以我哋日後大家入住之後就喺呢一度做一個 L 類型嘅衣櫃擋住佢就 OK 啦，就只能咁樣設計啊。好啦，呢一套單位同樣係有做特價單位啦，13000左右嘅價錢，當然係低樓層啦，中高層咧就會貴翻1000幾百蚊。同樣我哋中澳新城有精裝修同埋清水樓俾大家去選擇嘅。都相信大家都有刷到啦，關於呢個中澳新城咧11000幾嘅單價啦，嗰啲咧係36到39棟低樓層嘅清水樓嘅價嚟嘅。
咁好似呢啲精裝修嘅特價單都係要去到13,000㗎。今期咧主要就同大家介紹41棟嘅產品啦。有興趣嘅觀眾朋友都係嗰句可以 follow Ivan 嘅 channel，我哋下期再見，拜拜。